由立委郭国文和务处发起，争取台积电1.4奈米设伫南科的座谈。会中邀请中央包括国科会、经济部、水利署、甲台电以及地方的经发、都发、甲地政等单位来座谈。会中立委郭国文表示，目前南科的周边 ABC 区的产业用地，如果会用的纳入科学园区，加上南科3期的扩建土地，真符合台积电1.4奈米的设厂空间，并且进一步了解六边的基地。对处国科会甲南科管理局回应，差不多要2档左右。目前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土地空间的一个问题那一个土地空间刚刚好，我们的 A.O 区就紧邻在台积电的隔壁那 A.O 区的部分，就我的手头上的资料，它在114年的时候就可以提供约略41公顷的土地。那在15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提供在34公顷的土地。然后再加上南科3期115年，同样15年是39公顷的土地，所以加起来呢，大概就有122公顷的土地，都在周遭地区。都在台积电的周遭地区，都在那个范围，都在那个范围。但是就这些土地空间来说，虽然可以快速的在2-3年之内取得，没有所谓的征收的问题，那可以很清楚的提供一个土地空间。土地的一个生产要素是第一个要解决的，已经解决之后，但是在行政程序上，它必须说这个产业资源区是属于地方政府去开发的嘛。那是不是要进入那边？国科会有没有那边？那南科管理局现在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，不止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跟嘉义，是不是负荷得了？那是不是人力需要资源？国科会是不是要协助？等等，这都很具体的问题。可行性评估完做筹设计划，然后还有开计，就是开发计划，最后还要做环评。那因为这个是园区的设立，那边进来一定要做环评。我们南科3期也是有做环评。对。那这样3个程序加起来是要2年，对，这已经是最快的。对对对。中央他们绝对不反对，在这个南科啦大南方继续发展。大家知影现在中央的政策大南方是安那？阿昌已经来嘉义。办公室已经成立了，咱迄个南科的办公室已经成立了，屏东的办公室嘛成立了，所以大南方、嘉义到这个屏东，拢叫做大南方。这大南方的中心在哪里？你看，咱的媒体好朋友，恁大家开始讲啊，就在南科嘛，南科伫倒？南科伫咱宪法安定新区嘛，对不？所以呢，大南方的核心就在台南。除了土地六边和整体园区的发展，由国科会来介入处理。预计南科3期的扩建，加 ABC 地区的土地，伫民国115年取得。另外，伫水甲电的部分，经济部官员嘛表示无问题。以目前台南的3大水库、再生水厂。佮加上海水淡化厂，预计民国117年完工，相信会用满足高科技产业制定的用水需求。加上南科3期，佮预留台电的变电所，立委表示地方拢准备好啊，只等待台积电的最后决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